一件事，如果你要賺美金嘅話咧，咁其實你身處喺香港咧，呢個有啲本末倒置嘅，因為港紙借美金，港紙咧係有聯繫匯率框住嘅。至於你要喺出去接 job 嘅話咧，你係可以避開咗香港人內卷啊，但係問題去到嗰啲平台咧，譬如 Upwork 啊，或者係 Fiverr 啊，咁呢啲咁嘅國際平台咧，你嗯，嘅競爭對手咧變咗喺全球。點競爭法咧？呢啲平台咧，其實咧某程度上係俾一啲高收入嘅地方啦，去 tap into 一啲低收入嘅地方，跟住個勞動力嘅。咁變相，嗯，如果用喺嗰啲平台度揾工，出色嘅。你嘅對手係變相係嗰啲低收入國家啦，譬如印度啊、菲律賓啊、柬埔寨啊、越南啊呢啲對手。咁你嘅人工可以高到去邊咧？咁另外嗯，一樣嘢啦，如果你係新手嘅話，假設你要外賣。咁你叫外賣嘅時候，你都要睇下邊間好食啊，睇下佢食評啊，睇下 review 啊。你喺個平台裏邊有個賬戶喎，咁亦都要你留翻呢啲良好嘅 track record 啦。咁頭嗰幾單或者頭嗰幾個月咧，我相信你都賺唔到錢㗎啦。咁你喺嗰度為咗求好評啦，去接到免費接 job，多啲單啦，其實係某程度上變相做義工咯。即係好